第12届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伫今下晡举办，这摆得奖人有来自歌戏界廖庆基老师，也有结合传统文化甲当代艺术的张启典，而且也有这20多年来伫咧关注环境议题公视节目《我们的岛》，带观众朋友来看因对文化贡献。 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，一歌戏后辈决定看歌戏第一颗弹廖庆基上台，伊一世人注心咧歌戏演出，也深入社区传统歌戏，得到文化金韵奖。希望咱台湾歌戏土生土长的艺术，会当久久长长发展落去。在此，跟在此为传统歌戏能得继续保存。 台湾民间信仰，若亲人过身，办丧的时会烧纸厝这寡物件。艺术家张启典以传统古早文化结合当代艺术，变做影片，得到青年创意奖。有几个作品是包含非常 local 的生活，那像是在菜市场会看到的一些扁掉的死老鼠这样，那也是我的作品之一。但它是用纸做的，重现这样。用镜头让大众关注环境的议题，公共电视的节目《咱的岛》20几年来千外集的节目，深入台湾每一角市，带观众关注环境，得到社会改革奖。那我们也很忧心，有很多不公义的环境政策正在发生，尤其在政策的选择上，往往环境、生态、土地跟社会弱势是被牺牲的。那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危境之战。 因那台湾有侪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人口，但是定互人歧视。南洋姊妹会踮伫台湾要30年，做消除歧视的工作，也推动改革，得到人道奉献奖。因那噶玛兰发展协会伫花莲传承噶玛兰族桥要失传的技术，用建筑师做出一匹一匹布，得到在地希望奖。总统蔡英文讲，这款得奖人拢来自无同的背景，但是拢咧展现台湾多元的文化，深化台湾文化的内容，拢是咱尊敬的对象。记者关条水台北报道。